感谢大家平安。今日有真欢喜无？第一日头出来了哈，感谢主哈，这几天落雨。啊，今日特别的日子对无？哈，咱准备了真久的130周年，说教的感恩礼拜，甲咱科牧师的就任吼，咱下晡要迄个吼，嘛咱对上帝引带，咱拢会通所做的情绪，咱通平安顺遂，荣光伊的名吼。咱要礼拜之前，咱请科牧师带咱来做会前的祈祷。咱同心做伙来祈祷。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感谢你赏赐阮伫主日，阮会当组织伫圣殿来敬拜阿罗你。阮感谢你，你让今仔日正做一个圣的日子，互阮伫中间会当欢喜快乐。阮感谢你，赏赐阮有一个好的天气，会当互阮伫你温暖的太阳中间，领受对你下来所赏赐的温暖。阮感谢你，互阮的身体勇健，会当互阮甲正兄弟姊妹同心做伙联谊交通。阮感谢你，将这个礼拜，互阮会当来到你的面前，互阮享受甲你同在的喜乐甲平安。主，我嘛恳求你，继续看顾遐失丧亲人的遮所有的家庭，愿主你的安慰、疼痛甲因支持。愿恳求你，看顾也未到阮中间的正兄弟姊妹，保守因一路的平安，你的手扶持看顾因。我要将今仔日的礼拜自头到尾，仰望伫主你的手中，恳求信心亲身来引带阮，帮助阮，互阮搁一届甲你相拄的时，阮领受对你下来满满的恩典甲祝福。阮安尼祈祷，恳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，阿门。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。今麦咱邀请大家吼，咱邀请大家徛起来，咱做伙来学咯咱的上帝。啊，会当甲你隔壁的人讲，信耶稣真正好。信耶稣真正好。真正好，来信耶稣真正好，真正好，来信耶稣真正好。我拜拜拜三拜四拜六拜，我规个礼拜真正好，来信耶稣真正好，真正好，来信耶稣真正好。真正好，我拜拜拜。
弟来唱哦。主耶稣真好，我要来学咯。我的耶稣对我真好，脱去我的烦恼，予我搭你笑。我的耶稣对我真好。真正好，来信耶稣真正好，真正好，来信耶稣真正好。我拜拜，礼拜三拜四拜五拜六几个礼拜真正好，来信耶稣真正好。那等吼，阮唱着真正好，来信耶稣真正好的时阵，阮就来信耶稣真正好，真正好，安尼会使吗？好，咱试一摆哦，来。拜拜拜拜四拜拜六几个礼拜真正好，来信耶稣真正好，好，试一摆哦，来哦。真正好，来信耶稣真正好，真正好，真正好，来信耶稣真正好，真正好。我拜拜，礼拜三拜四拜五拜六几个礼拜真正好，来信耶稣真正好，到一摆机会哦，真正好，来信耶稣真正好。真正好，真正好，来信耶稣真正好，真正好。我拜拜，礼拜三拜四拜五拜六几个礼拜真正好，来信耶稣真正好，主耶稣真好，我要来学咯，我的耶稣。对我真好，脱去我的烦恼，予我搭你笑。我的耶稣对我真好，主耶稣真好，我要来学咯。我的耶稣对我真好，脱去我的烦恼。予我搭你笑，我的耶稣对我真好，我的耶稣对我真好，我的耶稣对我真好。感谢主，阿罗主，哈利路亚。所以，阮除了拜日以外，每一天拢爱来学咯咱的上帝。所以来第二首歌是阮教会有两位姊妹来写出来的歌曲，是特别来纪念阮文山教会130年所写出来的。所以阮就为这条歌的迄歌曲来做伙来唱。信心，军地。上帝观念，创造救赎，主耶稣救赎，你了无比，信心安慰，永远无离，阮电流传，阮330年，着欢喜，欢喜我心来感谢，着军队，军队信心的脚印，着永远来撒关
被观念创造跟随，主耶稣救赎，奇妙无比，信心安慰，永远无离，稳定流传，为330年，就欢喜满心来感谢，就军队信心的脚印，就认真来撒宽容，向你行天路，温柔忍耐顺服，三位一体，一生大主宰，享受咱福气，平安自在，愿咱真心真意共同在，救恩之意，万人拢知，真正好路。万代。感谢耶稣，阮知影耶稣是咱唯一的救主。即摆会当请各位兄姊会当坐落来。第三首歌是华语的吼，若是会晓唱的兄姊，那会当来做伙来唱。在我们在患难的时候，我们要知道耶稣是我们唯一的救主。我们要懂得依靠神，不要依靠自己。要知道他是永远掌权的神。当我在患难之中，我仍要信靠耶稣，你是我的盼望，我心所依靠的。当我的心动摇时，我仍要赞美耶稣，你是我的盼望，我心所依靠的，你是我的盼望，我心所依靠的，你是我的盼望，我心所依靠的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耶稣永远掌权。
我的盼望，我心所依靠的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耶稣永远掌权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耶稣永远掌权。白昼你向我施慈爱，黑夜我要歌颂祷告。你是我的诗歌，我的避难所，叫我抬起头的神。白昼你向我施慈爱，黑夜我要歌颂祷告。你是我的诗歌，我的避难所，叫我抬起头的神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耶稣永远掌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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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耶稣永远掌权。耶稣永远掌权。现在，让我们一起闭上眼睛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你是何等的慈爱，你是如此的恩待我们，赦免我们的罪，让我们有信心一直跟随你的脚步。无论危险或试探，我们都知道你就是那掌权的神。今时到永远，我们要一直歌颂赞美称谢你的名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上帝啊，你是我的上帝，我趁早要找你。伫旷旱困苦无水的地，
我的心喙焦少念你，我的肉体切切羡慕你。我捌安尼伫圣所朝见你，为着爱看你的权能，甲你的荣光。因为你的慈爱比性命较好，我的喙唇要学乐你。这时，请咱大家三角来吟圣诗，伫个圣诗第444首。主，你调明何等清楚？圣诗第444首。主，你调明何等清楚？当阮注心听你，照你的话来活来信，明白你做万物主宰，逐日气居换新，袂抵跋倒失败。圣诗444首，请咱起立来吟全首。主，你调明何等清楚？当阮注心听你，照你的话来活来信，明白你做万物主宰，当日起居换新，袂抵跋倒失败。实事阮袂记得，调明担担艰苦交集，世上压力了乱心灵，听是无力改变情景，人这也生袂通。修补康复心灵，愿心经好成多所行，做爱好伊勇行。你好心的愿着学习接袂，空空拄好主命。但我无过失错，也看自阮现路。主你交代元素，着做无论担当做伙，内行刚定保护意向，远无听也望毋望，心计做个无还，求小功劳完全。请坐。这是咱三角来读主祷文，用主祷文来做信仰告别。愿伫天里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得成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。阮的日食今仔日予阮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，无得带阮入地市，就救阮脱离迄个歹个，因为国、权能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。代代无尽，阿门。这是请咱掀开圣诗的后壁面，启应文第10篇。圣诗的后壁面，启应文第10篇，也是诗篇22篇，诗篇27篇。启应文第10篇。显着咱三角来启应，上主是我的光，我的拯救；上主是我性命的保障。虽然歹人攻击我，对敌吞食我；虽然大军扎营包围，虽然对敌发动战争，
我对上主求一项代志，互我一世人踮伫上主的厝。我拄着患难的时，伊会甲我藏伫布边内。伊会甲我放伫石盘顶。我要伫伊的布边欢喜献祭。上主啊，我求叫的声求你听。你对我讲，上主啊，我来朝见你。求你毋通受气，赶你的奴仆。拯救我的上帝啊！我的父母若气杀我，上主啊，求你指示我应该行的路。毋通照对着的心愿，甲我交互因。我亲信一项事，着信靠上主，着信靠上主。下面，咱搁三甲来念圣诗，圣诗第19首。圣诗第19首，为着美丽的地面。圣诗第19首，为着美丽的地面，为着灿烂的星辰，为着阮出世以来所受一切的阻碍。天父上帝，阮做声，阿罗称呼你尊名。圣诗第19首，请咱起立来念全首。为着美丽的地面，为着灿烂的星辰，为着阮出世来所受一切阻碍，天父上帝，阮做声，阿罗称呼你尊名，为着当时的境地。无论你日水无边，山水花木好光景，日月星辰照光明。天父上帝，阮做声，阿罗称呼你尊名，为着你梦的福气，为着心心的欢喜。使阮五官通翕相，有声有影着稳重。天父上帝，阮做声，阿罗称呼你尊名，为着温暖的家庭，兄弟姊妹父母亲，天顶地上好朋友。关心看顾多温柔，天父上帝，阮做声，阿罗称呼你尊名，为着主持大恩惠，白白受赐愿人类，诚信稳定甲认真，对上生活甲应性。上帝，阮做声，阿罗称呼你尊名。阿门。请坐。
下面咱请主礼后来献诗，伊要唱的诗歌是《美丽的彩虹》。这时，请咱三角额头来祈祷。慈悲听谈的爸上帝，我要感谢你，今仔日是主你所定荣光的日，因为你听阮，为着阮陪伴了你的独生圣囝耶稣，为着阮的罪受鞭拍，流出宝血，拯救阮遮的罪人。主啊，阮知阮实在是不配，拢是因为你的疼、眷爱，才会使将这福音传到普天下。在早，阮的信仰前辈将这上好的福音种子种伫这大文山的地区，通到逐个乡村都市。130年前，主的福音就伫目沙这个小小的所在来传开。但是主啊，阮知福音要讲传，实在毋是一件简单的事。求主怜悯阮的软弱，也求主你甲柯牧师正兄这伫地，互牧师甲阮一切所做的，拢有主你美好的旨意。要超找搁较侪羊来归互你。主啊，即摆伫花莲发生这火车的事故，死伤足侪人，也求主你保守因，有受伤的快恢复，别互这伤害搁较伤害因的心灵。主啊，也求你保守台湾
是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，文武百官爱尽职负责来照顾老百姓，内政爱清明，行政爱公正，社会爱有公义。主啊，你也教示阮爱疼厝边，亲像家己，这是你上大的诫命。主啊，阮确信有时阮拄着困难，是主你要操练阮，求你保守阮。这段时间，阮要纪念释教130周年，有真侪事工来推动。求主你的圣神来引带，互逐项事工拢会使达成所定的目标。阮教会内底嘛有真侪兄弟身体欠安，也求主伊来纪念保守因。愿主按耳通听阮的祈祷，阮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主听阮祈祷，主听阮祈祷，主听阮祈，想使阮平安。阿门。这是咱三个来看上帝的话，记载伫圣经约翰福音20章19节到31节。伫圣经新约第131页，约翰福音20章19节，现着我来读。迄日就是7日的头一日，已经暗。学生因为惊犹太人，就伫因所住的所在关门。耶稣到，徛伫中间，甲因讲：“愿恁平安。”20节，已经讲即个话，就用手甲协的互因看。学生看见主就欢喜。耶稣阁甲因讲：“愿恁平安。我找恁，亲像爸有找我。”已经讲即个话。就对因愤慨，讲：恁受圣神，恁写什么人的罪就写去，留什么人的罪就留地。有多马称作低头马的，是12学生的一个。耶稣到的时，伊无三甲伫地，其余的学生就甲伊讲：阮遮的已经看见主啦。若是多马甲因讲：我若无看见伊手中钉的刃，无用我的指头仔探伊钉的刃，无用我的手探伊的血脉，我决断毋信。过8日，伊的学生搁再伫厝内，多马也伫地，门已经关。耶稣到，徛伫中讲：愿恁平安。就甲多马讲：伸你的指头仔来，看我的手。伸你的手探我的血脉，无得做毋信的，着做信的。多马应讲：我的主啊，我的上帝啊！耶稣甲伊讲：你因为看见我才信，遐个无看见来信的人有福气。30节，耶稣伫学生的面前，阁有行做新约，无记伫即本册的。独记遮个，互恁信基耶稣是基督，是上帝囝，信就伫伊的名得着我。读圣经到遮，下面咱请柯牧师来讲道，伊囝题目是真正相信。各位姐，大家平安。咱同心来祈祷。主上帝，阮感谢你，阮感谢你，互阮会当自责。用你的话正做阮的帮站，用你的话正做阮生命的快乐。阮感谢你，
互有即个福分来领受对下来稳定甲疼痛。愿主你的话，互阮的心得到真正的帮助，互阮伫这中间分享，阮彼此拢得到利益。愿安尼同心祈祷，靠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今仔要甲大家分享这段经文，讲到真正相信。做是咧开始之前，我想要问大家，恁即礼拜过了好无？好。咱即礼拜过了安怎？有人甲我讲，着照常啊，因为无变化，所以我着天也袂光，我着去运动；天光啊，我着去上班；天光啊，我着去学校上课。一开始，咱着安尼咧过生活，到日头落山了后，咱着转去厝诶休困。一天过一天。敢若无啥物变化，咱悠然咧过生活。总是咱每一个人伫过去即礼拜内面，咱拢有无共款的领受。有人会当领受到上帝遐来的平安，有人会当领受到喜乐，有人会感觉烦恼的代志悠然伫地，有人会感觉讲我抑佫有代志挂伫我的心内，我感觉无介好，有人会忧伤。咱每一个人伫即礼拜中间，咱有无共款的领受。总是伫过去即礼拜，我看到新闻，我一直想到顶礼拜甲大家分享的一句话：伫受难了后，要带着盼望，行过活是一件无简单的代志。因为安尼。其实我有一时心情会愈较无好，总是今仔日要用这个来甲大家分享，要安怎咱会当伫咱的生命中间来真正相信。当咱人咧拄着一寡事故的时，也是超过咱会当负担的时阵，咱自然拢会问为什么？会问讲为什么这件代志发生伫我的身躯顶？为什么这件代志伫我厝内底，我至亲的人的身躯顶？咱会问，一定会问。对着遮当咧苦难中的遮的兄弟姊妹，咱因常常拢会问上帝，为什么？会怀疑，而且会感觉讲这件代志，我着遮尔敬虔咧敬拜你，我着照你所讲的生活咧做。那呢？这种的灾难为什么临到我的厝，临到我的身躯顶？咱会怀疑。大约伫5年前，我的爸爸因为一个意外过身，迄嘛是因为政府伊做一个工程，迄天阮爸爸透早出门，迄个工程的周围无围一寡安全的设施，无电火。嘛无迄个围篱伫的，就安尼，我的爸爸过身啊。迄阵我嘛咧问上帝，为什么？为什么这款代志会发生呢？然后我甲阮姐姐、阮小弟，我就想要找出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代志的原因。我想要真正知影讲，遮个政府官员因咧做遮个代志，哪会无去想到？想要知影原因，是因为想要无想要互这件代志搁再来发生。想要知影原因，是要互遮个施工的、监工的、承办的人，因会当知影讲爱注意，莫搁互一位百姓因为安尼失去性命。咱会想要知影，所以当人咱咧面对苦难的时阵，咱有无共款的苦难。大大细细伫咱的生活中，咱迄时会当亲像约伯共款，约伯遭受的困难极大，挑战极大。总是约伯伫这过程中间，伊搁一摆搁加深伊个人甲上帝的关系，因为伊完全的信靠，伊信靠上帝，伊知影上帝袂空空来处罚伊，这嘛毋是处罚，所以伊深信。
伊的深信是袂当动摇的，伊完全来相信上帝。各位兄弟姊妹，搁偌济拄过，耶稣伫十字架顶面的受难甲死，其实互咱对苦难应该有无共款的了解，互咱会当对主耶稣的这个个话内面，咱有一个新的看法。上帝嘛伫受苦的中间，上帝找伊独生囝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间，伊派咱的重担，派咱的罪，伊无罪钉伫十字架顶，伊受苦，所以当咱咧受苦的时阵，伊嘛伫咱的内面，甲咱同齐受苦，因为伊知咱所受的苦是甚物。所以上帝用伊迄个无法度计算的、迄个疼、迄个好的、迄个慈悲、迄个怜悯、迄个安慰，甲咱做伙。伊帮助咱要经过这一切。我想，这个就是恩典的同在。上帝恩典甲咱做伙，因为上帝恩典甲咱做伙的时阵，伫咱的苦难，咱咧面对遮所有的苦难挑战的时，上帝扶持咱，伊帮助咱经过一切的苦难，互咱伫即个苦难的中间找到真正的盼望，互咱有盼望会当向前继续来行。有人讲，牧师啊，苦难就是苦难啊，挑战就是挑战啊。我哪有法度无去看伊呢？是，咱无法度甲即个苦难放袂记的，伊是一个事实，伊存在。因为耶稣伫苦难的内面，耶稣本身忍受着即个边拍的苦难的中间，耶稣选择对上帝完全的信任。伊伫克西马尼园的时阵讲：“主啊，若是照你的旨意，毋通照我的旨意。”伊伫十字架顶讲成了，拢是因为伊对上帝完全的信任。这个就是苦难中的盼望。耶稣用这个盼望帮助咱，互咱伫生活中会当经历每一届的挑战。最近咧整理册，看到这本册是德国的神学家摩特曼伊所写的。摩特曼伊强调的是盼望的神学，盼望的神学。伊讲上帝是互人有盼望的上帝。上帝毋是互你绝望，上帝毋是甲你的路关起来，上帝是互你有盼望的。伊讲即个盼望，就是伫过活甲死亡的中间，伫过活甲十字架苦难的这个中间，这个真冲突的矛盾的中间，产生了这个盼望。摩特曼阁讲，伊讲因为咱每一个人会当领受对迄个过活的盼望来的时阵，咱就会愿意去成全一寡代志。因为咱领受到迄个盼望，咱就会当来成全迄个公义，甲最对立的迄个公义。咱就会愿意成全咱每一个人的性命，互死袂当阁影响咱。咱愿意互上帝荣耀，得到伊应该有的名，无互迄个苦难来影响到上帝的荣耀。伫咱生活中的纷争、对立，嘛袂因为安尼来影响到咱对和平甲未来的盼望。我想，过活的盼望，甲咱的信仰袂当分开的。你若无迄个盼望，其实换一句话讲，咱的信仰就失落去啊！你若无对一个过活的盼望有一个完全的相信的时阵，那会呢？你的信仰就无去啊！因为盼望，咱有这个盼望，所以人会改变。因为有这个盼望，咱会当充满着活力，伫上帝的听内面继续向前来行。
愿望嘛会当互咱的这个世界充满了各种的可能性。因为咱知，咱所做毋是咱家己做，因为迄愿望会当帮助咱甲上帝结连做伙，咱人才有法度得到真正的自由。咱会当在对罪、对失落中间得到真正的逃放。相信，就成做真重要的关键。你要想要有迄个国外愿望，那呢？你爱相信，你爱做这个决定，讲我要相信。我这个相信毋是一时的，我这个相信毋是我拄到困难的时阵，我就放杀去啊。这个相信是因为咱有一个愿望伫咧，耶稣基督的国外就是咱的愿望。今仔日的经文记载伫约翰福音20章所讲的，就是愿望，所讲的就是耶稣的国外。20章大声记载，主耶稣玛利亚来显现，煞接门徒来显现，了后上尾讲到多马来显现。伫即个过程的中间，当耶稣定十字架死了后，咱会当对4本福音书内面看到，门徒拢真惊吓，因为因担心遐犹太人来甲因对杀，因为因所跟对耶稣已经死伫十字架顶啊，因真惊，因不安，因毋知影因的未来要继续为倒一个方向来行。所以当因自集的时阵，圣经讲7日的头一日，因自集的时阵，特别将这个门关起来这件代志写落去。因惊遐犹太人入来甲因掠去。伫迄个时阵，耶稣伫因中间显现，到10个门徒伫迄个厝的内面，耶稣对因讲：愿恁平安，愿恁平安。然后耶稣煞接将伊手顶面的伤痕，甲伊下迄即个伤痕，互门徒来看。门徒看见主就喜乐，门徒看见了就喜乐。我想这段经文的记载，耶稣头一个讲愿恁平安的时阵，因也未认出伊是主。当因看到伊身躯顶遮的伤痕了后，因明白啦。因明白迄个空的坟墓内面，耶稣的身躯无去啊。因明白耶稣已经过我伫因的面头前，所以因就真欢喜。因在真欢喜的中间，其实对咱来讲，咱有时咱拢爱亲目看到。咱来讲，我要看到某什么代志的过程，我要知影这一切的过程，咱才有法度去诉说咱所经历的代志。我想耶稣知影这学生，但是有时啊，咱看到的无一定是真的。咱有时伫路边看到有车祸，咱无明白，咱会去想去要，总是迄毋是真正的发生的过程。前2天，咱教会停电，那我想附近嘛有停电。我伫4楼牧师馆，乡电火拢暗去啊！我第一个反应是啥？迄个后壁迄个总开关是毋是跳掉去啊？我就紧去开，安怎开都开袂到。然后听到咱隔壁行政中心迄个发电机咧放，我想讲，那遮暗啊，咧个施工。了后过灯工，才知影讲，原来是伫邮局遐有一台车，甲变电箱啊弄歹去啊。咱有时伫咱的处境的内面，咱会用家己的想象，我看到是安尼，我就认为是安尼，迄是无一定的。学生有看见耶稣，所以当学生真欢喜的时阵，耶稣搁一摆甲因讲：
愿恁平安，愿恁平安。我想即届门徒真正感受到对耶稣遐来的平安。耶稣捌讲过，我所享受的平安，毋是人会当互恁的。耶稣讲了后，就分一口气，差遣因，讲我的爸安怎差遣我，我嘛差遣恁，为着是要互因出去做工。分一口气，信心伫因的中间，因赦免赦人，赦人的罪就伫赦免。耶稣差因出去。耶稣告我了后，第一件代志，毋是甲因做伙伫遐欢喜尔。耶稣爱因出去做工。多马迄个时阵，无甲10个门徒伫做伙，伫厝内底，敢若有另外10个。多马了后，甲因见面，门徒甲多马讲：“阮已经看见主啊！阮已经看见主啊！”多马无相信呢。多马伊讲一段话，咱知影伊无要相信，迄是为什么呢？其实咱若对记载内面，咱去检讨的时，咱会知影多马是一位非常爱主耶稣的门徒，伊真爱伊，所以主耶稣的死，互伊的心内底非常的艰苦，伊无法度行过即个死亡。耶稣死，对伊来讲，伊失去人生的方向。伊毋知伊的人生未来要安怎行，伊嘛失去伊的信仰，因为耶稣一直咧带因，甲因讲真侪道理，所以伊毋知伊未来要安怎来行。多马真疼耶稣，伫约翰福音11章的时阵，捌记咧一项代志，就是拉撒路要死的时阵。有人来甲伊讲，主耶稣你所疼的，伊死啊！门徒拢去阻止伊，耶稣就甲因讲：“我一定爱去。”多马讲：“咱嘛来去甲伊做伙死。”伊知影耶稣疼即个人，所以伊讲：“我嘛要得到耶稣的疼。”伊真爱耶稣，伊无法度接受一位会当行神力、赶鬼、医病。是上帝囝的人，哪会死？所以伊听见耶稣告我，伊甲也搁伫迄个痛苦的中间，伊无相信，伊无法度接受。所以多马安尼讲，除非我看见伊手顶面的伤痕，然后我用镜头搁去望伊迄个伤痕，用我的手去探伊下的即个伤痕，我若无做遮的代志。我袂相信，多马，伊毋是讲我看见就好，伊阁会去摸着。伊讲我摸着了，我才要确信。伊无相信门徒所讲的，因为伊要看见嘛，要摸着。咱呢？咱即个时刻，咱无法度去看见，咱嘛无法度去摸着。那呢？咱所信的是甚物？经过8天，经文讲经过8天了后，门徒聚集做伙。我就咧想一项代志，这8天，这11个门徒，因去倒位啊？圣经无记载，总是上帝差遣因去做工。我想当因咧做工的时阵，其他的门徒可能会拄着多马。有可能佫甲讲耶稣，因看见耶稣告我的即件代志，多马也佫是无相信。有可能多马伫即个8天的内面，伊的心内嘛一直咧想，这敢有可能？总是咱人伫即个中间，咱无法度去接受的代志，一时半刻，咱嘛无法度去改变。我嘛咧想，为什么这8天耶稣无要去找多马？直接甲多马讲就好啊，直接出现伫多马的面前。为什么佫会经过8天？我就想到，咱台湾有一个叫饥饿行销，有可能耶稣要互伊延迟等待，要互伊等，
互伊心真正安静落来。啊无，我在想，若迄天德玛耶稣出现伫德玛的头前，德玛可能一时嘛无法度接受。经过8天，门徒佫做伙，德玛嘛伫迄个所在，门悠然佫关起来，代表这个门徒抑佫是有惊吓，抑佫有不安之地。耶稣来到因的中间，耶稣在因中间的时阵，讲愿恁平安。我想，这个时阵耶稣所讲的这个平安，除了德玛以外，其他人拢真正领受迄个平安。这个平安嘛，真做咱兄弟姊妹中间一个招呼的开头的开始。咱看到人拢会讲平安，因为咱想要将咱所领受的平安，甲咱正兄弟姊妹来分享。耶稣就对德玛讲话，因为我耶稣知影德玛伊的疑问伫倒位，耶稣知影德玛的无信伫啥物，所以就直接甲德玛讲话，显现互德玛看。耶稣讲：村里的镜头啊过来，望伫原文内面是讲看，看我的手。村里的镜头过来，来看我的手。村里的手出来，来探我的下下。德玛头前所怀疑、所讲的，伊要摸到的，耶稣直接甲伊讲。上尾耶稣甲讲，毋通犹豫，总是爱信。德玛伊无伸出手，伊嘛无去摸，伊随讲：我的主，我的上帝。我的主，我的上帝，代表伊真实去看到国外的主，真实知影讲伊所面对的是主耶稣基督，一个国外的主。德玛对我拢总无要信，恁讲的我拢无爱相信。到伊讲我的主，我的上帝，这个整个的过程中间经过了8天。这个过程中间，伊对无看见到看见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德玛听到主耶稣的声，伊看到主耶稣国外的模样。伫咱现在，咱虽然毋知影耶稣的模样是安怎，总是咱会当对咱兄弟姊妹互相关怀、互相关心、互相帮衬的内面。其实，我伫咱教会内面。我看到国外的主耶稣，我对咱每一个人的身躯顶，我看见主耶稣。德玛会相信，我想迄个关键是耶稣甲讲：你毋通阁怀疑啊，你莫阁遐侪疑问啊。我即马现主时就伫你的面前甲你讲话，你就爱相信，我是已经国外。我毋知咱中间抑阁有人对咱家己的信仰，抑阁有一点仔犹豫也无。若有的时阵，亲像耶稣甲德玛讲的，毋通犹豫，总是爱信。那呢，咱的信是怎样？伫平顺的时，伫混乱的时，伫喜乐的时，伫哀伤的时，我想咱每一个人所经历的拢无共款。互咱对神有无共款的体验，互咱的神有无共款的挑战。总是耶稣讲，毋通怀疑，毋通犹豫，总是爱信。耶稣甲多马讲，因为你看到我，才信啊。遐未看到的人来信的就有福气啊。因为咱拢无看到，所以咱是一群有福气的人。咱拢无看到，但是咱伫咱的教会，咱伫咱的身躯边的兄弟姊妹中间，我相信咱拢有看到，因为咱相信国外耶稣，咱才我都去看到上帝奇妙的作为。因为我相信，我都伫咱正兄弟姊妹身躯顶面看到国外耶稣，看到上帝奇妙的作为。那呢，你相信无？
30节到31节，煞接过了记载讲，耶稣伫门徒面前行了侪神力，无记伫即本册顶面。伊讲所要记的这个代志，是要互恁信耶稣是基督，是上帝的囝。约翰福音20章上尾即句，我想是互咱真大的鼓励，互咱会当信耶稣是基督，是上帝的囝，而且叫恁信以后，因为会当对耶稣的名得到生命，得到一个永远的生命。所以真正的相信，我想是要经过一寡考验的，要经过一寡挑战的。你若讲上帝，我要相信你，那呢可能有一寡小小的挑战会临到你，互你来伫你的信仰内面会当来相信伊。因为这是一个生命的过程所爱经历的。那亲像咱教会130年来，咱的信仰不断传承落来，咱的信仰是一代搁一代内面来建立。咱每一个人的信仰，其实咱拢有拄着一寡挑战，咱拢有拄着一寡考验，来考验咱对上帝的信心。真正相信是一个决定，是一个永远未改变的决定。当你决定你要相信，那呢，你就顺着这条路行落去，而且是真坚定来向前行。咱文山教会130年，咱的同工写出了今年的主题“信心军队”。所以迄阵咧准备今仔下晡的邀请的卡片的时阵，恩林长老甲我讲，牧师只有一个空白的所在，互你写一寡话。我伫迄个中间，我祈祷。我祈祷了后，上帝互我这4句话，我想咱大家拢知啊，就是信仰传承到万代，心志合一做主工，跟从耶稣脚掠行，随时见证主基督。130年来，咱的信仰一代搁传过一代。伫每一个世代，虽然有纷争，总是咱犹原伫上帝厅内面，咱心志合一，咱咧做上帝工。咱每一个人，每一位先人前辈，因拢行伫耶稣的脚掠的后面。这时对咱来提醒的是，咱要随时来见证主基督。这个国外的主是国真国活的，互咱的生命会当得到永远的毋忘的。那呢，你相信吗？恁相信吗？咱同心来祈祷。主上帝伫你的面前，阮感谢你，感谢你这样听阮每一位兄弟姊妹，听这个世间所有的人，无论阮伫什么时阵听到你的声音，无论阮伫什么时阵，阮甲你相拄，无论什么时阵，阮来相信你，总是主，你甲阮伫地帮助阮，互阮伫阮以后的每一天，阮会当行伫你的旨意的内面，互阮会当跟对耶稣的脚掠，继续向前来行，将国外耶稣分享予正兄弟姊妹，分享予这个社区，分享予台湾这个土地顶面的人。愿主帮助阮，赏赐阮有够野的气力，赏赐阮有够野的智慧，来向人传讲你救赎的好消息。愿主亲身带阮每一个人，愿同心祈祷，靠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咱130周年，咱有做真侪活动，其中一项是咱有手抄圣经，咱写诗篇，咱拢总有
59位兄弟姊妹，咱共同用咱的时间，咱来抄写诗篇。我想，咱拢抄写好啊，咱这本册嘛装订好了。所以我想，咱有一个动作，就是将这本圣经献给上帝。但是我咧想的过程中间，我想咱讲咱来传承落去，所以我请咱的所长老，伊代表袂使讲顶一代啦，代表年长的这代，要传承给较少年的这代，所以要请少年团契的会长聪慧来接受。因要交接这本圣经，然后要将这本圣经献伫圣餐桌顶面，正做咱芳芳的祭献给上帝。好，来，翕相者。咱将这一切荣耀归给上帝。第二个，今仔日咱伫春树单顶面有看到130周年的影片。咱感谢以诺长老伊所带的团队，有真侪人，我无多将每一个人名念出来。总是我知佑祥昨规暝无困，拼死命将这个影片甲完成啊！所以，咱要来看这段影片。我想，这段影片伫下晡嘛会放，不过咱兄弟姊妹应该大声来看。咱用过去这130周年的纪念的影片，嘛正做一个芳芳的祭，咱要献上给上帝。因为这是历史的记录，嘛是咱正做咱每一个人继续用140周年来跑走的。好，来，可以了吗？早期目衫、深裤仔、石钉仔是沿着景尾溪的小庄头，边地少、山多，住伫遮的人大部分拢做实。伫清朝开垦的初期，对外交通是以景尾溪的水运为主。到了日本时代，因为有煤矿的开采，才有景尾溪流域的轻便车道。目沙山顶内湖庄，就是即摆的鸟空的居民，约略是第2个200元前对福建安溪移民来的，世世代代拢咧做实，嘛种茶。伫日本时代，铁观音茶就赞美咱有名。146年前，当地有一个赞美咱有名望，伫日据时代就捌做过保证的茶农。叫做张乃凤，伫主后1875年4月21日，伊经过新店曲桥附近的架场步桥，就是呾的公行，拄到马街朴树咧报道，其中有一句圣经原顶记载的话非常吸引伊，就是马太福音11章28节：恁囡仔着我担重担的，着
就跟我要互恁安息。张乃凤因为常常担行远路，所以即节圣经特别拍动伊的心，伊专心在听即个外国人讲道，深深受到感动，并且相信了主耶稣基督。信主了后，每主日张乃凤带伊的某到新店教会礼拜，并且带领厝边张进来、张乃袍、张本等4号做伙去新店教会聚会，并且领洗礼。后来张乃凤也受选做新店教会的长老。因为到新店教会的礼拜，都要行真远的路途。张乃凤等人，就伫咧130年前，就是1891年时，伫目沙来湖庄拍铁寮的杜俊头租厝来正做聚会场所，设立文山教会前身来湖教会。1897年，张乃凤等人用30块伫目沙开元街购买本会现主时即个土地，搁伫咧过当年1898年4月来建造礼拜堂，就是红砖仔的小教堂，完成现堂，户名叫目沙教会。当时信徒虽然敢若9户，包括张乃凤、张建袍、张进来、张三奇、张乃省、张本、张乃苗、张海水等，佮拢住伫山顶，离教会约略有1点钟的路程。但是因却有眼光，伫咧当时目沙上闹热的所在，唯一的一条街仔开元街来买土地建堂，令人敬佩。目沙教会伫1954年台北中会下跪的例会，先加做堂会，但是还佫毋是真稳固。传教士豆电话，这毋限啊，互教会无法度往外来扩展，佫造成内部的无和谐甲争执。1955年，因为少目的争议，来抵到教会分裂。除了原本目沙教会以外，另外一批的信徒伫同一条街上价50公尺的所在，伫咧1956年另外成立新兴教会。1962年，伫台北中会的努力下面，两间教会搁合改名做文山教会教堂。同年的4月22日，伫红砖仔的小教堂的西边空地仔来兴建新教堂，就是目前公告做历史建物的旧堂。教会搁好了后，时常还佫有摩擦，直到1971年9月27日，才创立陈文福牧师正做第1任的牧师。不过，过当年，陈文福牧师就去到美国来深造。教会为建立到创立第1任的牧师为止，期间历任的传道师也是新学生有20多个人，会当知教会无稳定，主堂的牧者真侪拢是1、2年就离开了。1973年，台北中会派传道师陈胜三主堂牧养，佮伫咧当年的12月初2，创立做本会第2任牧师。教会到即时总算较安定，也因为内部的争议减少，较会当共心伫咧所关切的教会的事工。这期间，续接成立少年团契、青年团契、妇女团契、社青团契、夫妇团契，甲成立主流等，互教会更较健全的方向来行。1988年，伫万丰社区开设本教会的聚会万丰教会，希望对当时这个新的社区的宣告有所利益。1980年代，因为外来人口渐渐多，聚会人数渐渐增加，教会这时感受到建立新礼拜堂的需要。大家嘛有感觉，还佫翕片，那个在
坐无真侪人嘛，都已经讲客满啊，所以有感觉讲需要重启。这政府要征收的地，咱头可能重启。我会记你寄好多单位啦，足侪单位的啦，相关的单位拢寄。过无偌久秘书长就讲安尼啦，咱来召开一个协调会。我听到这我就欢喜啊！协调会就是有五忙啊啦，协调会去，什么庭管处、什么监管处、什么处务，一个拢讲袂使啦，无甲一个讲会使。我是足失望的啦吼！其实我转来就甲吴司令抱咧哭啊，真正抱咧哭。好不容易都过哪年啊咧吼！人文会长老，咱讲实在嘛甘心啦。文会长老人伊就安尼讲，咱是去教会呢，咱毋是去咱家己的呢。去教会哪有可能去袂起来？逐早起咱的信徒拢为着这样代志来祈祷。无偌久佫敲电话甲我讲咱来约定时佫一摆的协调会。我去还袂开的时就有一个起来要讲秘书长也袂使啦。人迄秘书长我还袂讲话尔，伊就讲今仔日毋是要讲袂使，今仔日是讲要安怎甲伊保留啦。这件事除了证明祈祷的功效，也搁一摆互咱体会上帝真正是行奇妙大事的上帝。1998年4月12日，过活节的迄一天，总算通将这座圣殿奉献予万军的耶和华。2014年，第二任牧师但圣三牧师真停退休，圣三牧师对传道师牧师到退休。伫文山总共服侍41年，牧养羊群，建立军基。2015年，第三任牧师陆坤和牧师甲林秀美教育牧师，第一华语礼拜会开办，继续领导文山教会向前行。我是
信仰传承到万代，心智合一做主工，群众耶稣脚掠行，随时见证主基督。文山教会130周年生日快乐！咱将你腰归予上帝。文山教会，咱要继续往前行，所以咱的活动内面还佫有一项，就是要写好12后的教会。毋知恁写袂？恁若写，来投入入即个信箱的内面，今仔日就要甲放起来，拜日就要寄出去啊！寄出去12年后，咱会收到。所以若还未写，是你佫想要写的，咱楼骹还佫有足侪卡片的，你会当来摕来写。咱来做伙祈祷，父上帝伫你的面前，我满心欢喜感谢你，互咱会当参与伫130周年的庆典的内面。感谢你将福音传予阮的先祖张乃凤，互即个福音的种子也伫文山即个地区。过去的历史拢有主你的手咧掌管。未来日子，阮犹原交伫你的手中。阮每一个人要奉献家己，成做你的路用。互阮每一个人所领受的恩典、所领受的才能，伫未来日子，阮要为主所用。愿主帮助阮，互阮继续三甲同心、三甲扶持，来向前跑走。愿主看顾阮，祝福阮。愿同心祈祷，靠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这是咱个三甲内面圣诗159首，圣诗159首，主踮我心内，无惊吓自在。圣诗159首，主踮我心内，无惊吓自在。这世间只有你是我所爱，每日我心神少念你无停。你做我光灯，互我有光明。圣诗159首，请咱起立，咱来吟转首。主踮我心内，无惊吓自在。这世间只有你是我所爱，每日我心心少念你无停，你做我光灯，互我有光明，主做我智慧，互我通活可。但是刻剑伫你手里照顾，你做我的陪，我做你的行。你甲我结连，我甲你同行。世间无一项比你较宝贝，因为你属的我永远袂悔。你是我一切，我要是靠你。天顶的君王，世间无通比。天顶的君王，互我为得胜。愿你带我到天，应踮天地，行事有艰难，也是大变迁。我决断地主，永远无野些。阿门。请坐。
只是请咱大家备万心来奉献。啊，奉献是基督徒为着要感谢上帝恩典的一种回应。那你无明白奉献的意义，请你唔免勉强来奉献。请坐。这时，请咱大家掀开周报，我来做简单的报告。好，伫报告的大声，咱掀开周报的第2页，咱三甲来读今仔日的金句，哦，通两遍。金句：耶稣甲伊讲，你因为看见我才信。遐个无看见来信的人有福气。约翰福音20章29节，耶稣甲伊讲：你因为看见我才信。遐个无看见来信的人有福气。约翰福音20章29节。好，下周的圣工分担，台语礼拜，领袖是潘美燕长老，司礼是徐嘉文执事。主琴是吴文婷姐妹，献诗是圣歌队，主献是电影节执事甲我本人，交台是我本人甲张世新弟兄，佮有潘宣娥姐妹，
音控是倪立普执事，张建团执事，广告经理是庄淑珍牧师。哦，怀礼拜就自己来看。啊，本周的得周的执事是偏调亮执事，啊，第外长老是苏长老。来酒主的内容，拜三暗是查经祈祷会，题目是真实的平安，主理是柯牧师，经节诗篇第4篇第1节到第8节，请欢迎兄弟踊跃来参加吼。啊，礼拜日主理礼拜，主理是庄淑珍牧师，伊的题目是选择，啊圣经啊圣诗，请兄弟家己来看。好，咱会使先到周报的第5页，教会消息报告第1项，柯成凯牧师就任，甲释教130周年感恩礼拜，伫个本主日礼拜下晡3点半，吼，今仔日下晡3点半要举行本会，柯牧师就任，佮有文山教会释教130周年的感恩礼拜，咱真。欢迎邀请吼兄弟一齐来参加庆祝。啊，今下晡，咱本会的兄弟吼，你若就是应该人，就是拢邀请贵宾吼啊，人来若是伫比碗，还是伫旧堂吼，拢有传播，请咱注意哦，伫誓约甲纪念歌曲的定数时，吼，就进行到遮个时，咱请。会使到2楼吼，咱做伙甲牧师来誓约，吼，请兄弟来注意。哦，第2项，牧师就任，甲130周年感恩礼拜交代说明吼。伫个等主礼礼拜结束了后，伫3楼吼，3楼诗班迄间要来进行下晡交代同工的说明会，请同工老部来参加。第3项。教育组开会通知，吼，下主日礼拜，下主日，吼，礼拜中午12点要召开这教育组的会议，请同工来出席。第4项，主日春游的活动，吼，为了要庆祝本会释教130周年，啊，佮有这母亲节，吼，主日要定伫个5月初9，下10点要办理这军队前人。骹热行的春游的活动，按顺位本会行到这渡船头，渡船头就是较早来教会遐来进行这巡礼，佮有迄讲，就是讲一寡较早的代志吼。啊，11点要办理这亲子手模的创作，亲子手模就是石膏迄落啦吼的活动。啊，为今仔开始开放报名到5月初2，啊有。这想要参加的兄弟拢会使来报名吼，迄数目真有意思吼，真有意思。好，第5项，寄配合10年后的教会，吼，这时间是到今仔日咯，吼，今仔日因为拜日，咱就要寄出去啊。好，130周年的活动会使写配合10年后的教会，啊，大家若愿意吼，嘛是会使写互别人啦，吼，写互别人嘛会使啊，就是10年了后吼，啊，看伊吼对伊有啥物期待，还是愿望安尼吼。好，伫今仔日是最后，咱甲明信片拢收，就是放伫遮吼批桶，咱拜会去寄。啊，未来要寄转来的日期吼是2031年哦，2031年，10年了后，228会寄转来安尼。20140周年的时阵，咱会使看到10年前大家的期待，会嘛会使看卖咱是毋是有。这10年中间，咱有进步安尼啊吼，所以这第5项真欢迎大家来写。啊，1楼阁有足侪卡片的，啊，一人无限定1张啦，你写足侪张嘛会使啦吼。所以这看大家安尼好。第6项，2021年台北中会牧长甲中级训练会，吼，请本会中级报名参加5月初1台北中会的这训练会。地点是伫个大稻埕教会。啊，详细资料吼，伫1楼的公布栏拢有吼，啊，甲这俊成来报名。好，第7项130周年纪念衫的领取啊吼，
你有买衫的兄弟，有买啊，其实已经有分过啊，吼，啊，搁还袂摕，会使第个礼拜后到办公室的柜台找韵如执事，吼，啊是讲牛秀如姊妹后来领。好，后壁面第6页第8项，130周年的纪念币啦，吼，本会会友每一个人都会使摕2支，迄纪念的，迄足水的迄原子笔啦，吼，啊，伫个礼拜后会使到1楼吼来领，啊，一人2支安尼，啊，已经领过吼，当初时有写即落手抄圣经，拢有领过吼，咱讲咱就莫摕啊，吼，啊，迄笔真好哦，真好写，吼，真好写，啊，兄弟也会记去摕吼，真水的笔。好，第9项，大众传播主日，吼，下主日是这大众传播主日，请兄弟别烦心。好啊，教会内底有一寡软弱的肢体啦，吼，兄弟，请大家嘛三甲来关心代祷。伫个隔壁130周年的活动吼，遮我着拣几项来讲吼。第1项就是感恩礼拜，是伫个今仔日下晡3点半，吼，今仔下晡3点半，请兄弟踊跃来参加。啊，搁来就是第4项吼，迄架批讲过啊吼。好，第8项，咱按算吼，伫个今年12月底吼，12月啦吼，要来推出一本130周年的即落纪念册，吼，12月要有一本册安尼，啊，就是甲大家征稿啦，吼，就是欢迎大家吼，迄有相片嘛会使啦，吼，写一寡文章嘛会使啦，吼，咱就要收集啊，做一本册安尼，吼，啊，欢迎大家哦，吼，拢会使，简单就好啦，这无老师拍分数的，知影吼。啊，就愿意写啊，写一寡日记啊、心情安尼啊。伊130周年无简单的吼。啊，我本身伫个学校服务吼，我学校才50年尔，所以130年真正无简单。吼，咱会使来参与，我是感觉是一个真好的机会。啊，大家会使踊跃来写安尼。好，报告到遮。啊，周末中有即落奉献的这吼，啊，大家来看，啊，若有出入的会使甲教会会计甲出入来订正。好，来介绍新来的朋友哦。大家平安。平安。今仔日有真侪足久无来甲新来到阮教会的朋友，咱做伙来欢迎。第一个要介绍是足久无转来的，潘面长老的弟弟潘英信甲潘英宽英全家，请。起立来欢迎。好，第2个要介绍的是科牧师的姐姐甲弟弟，啊是许云琪姊妹甲许前佑兄弟。谢谢。第3个要介绍的是伟汉的爸爸妈妈林家峰弟兄跟杜惠妹姐妹。在前面这边，他们是在屏东聚会啊，今天来台北这样。好，那第4个要介绍的是恩婷介绍的同学，洪以乐姐妹，在前面这边，是在政大念书，那大家可以多多去关心他们，然后欢迎他们常常来，谢谢。好，真欢迎哦，吼，真欢迎大家来参加。迄个笔吼是有5、6个颜色，吼，有5、6色吼。今仔来的咱遮贵宾，恁游玩会当摕啦，吼，无当下会友尔，恁游玩会当摕吼。所以确定下，请恁到楼开始会当领这笔，谢谢。谢谢。好，下面咱来念所要念的圣诗，圣诗第395首，至圣天父，阮感谢你。吟诗煞，请科牧师来祝祷，请咱起立。至圣天父，阮感谢你。受你引带，合你所见，心内最后的你面前。
咱同心来领受上帝遐来祝福。愿天父上帝真正的平安甲喜乐，主耶稣基督的救赎甲救活，信心的扶持甲帮赞，甲恁众人伫地，对这粒到永世代无煞。阿门。请坐，圣歌队请集合，圣歌队会使到头前来哦。咱就邀请兄弟，咱做伙来唱这130周年的纪念歌。130周年的纪念歌，真做咱感谢上帝，回应上帝的听，嘛真做咱的祈祷。所以邀请大家看下，甲圣歌队以及敬拜团做伙咧唱的时阵，会当用一个感恩、感谢上帝的心，以及咱要对未来跑走一个真坚定的一个信靠。咱用这种心情，咱将这首歌真做芳芳的者献伫上帝的台前。上帝愿力创造的水，主耶稣救赎，奇妙无比，信心能力，永远无离，稳定流传，383年。
军队星星的脚印，就用平安三关了，向你行天路，温柔忍耐顺风，三位一体，一生大自在，受死难福气，平安自在，愿咱真心真意共福塞，为阮旨意，互万人拢知，亲像好路。咱今仔礼拜到这个所在，邀请兄弟姊妹下晡3点，咱转来到礼拜堂，咱做伙来感恩礼拜，感谢上帝，感谢上帝恩典，所以咱彼此平安。咱今仔礼拜到这个所在。